街眾對行政長官剛發表嘅明年施政報告進行意見問卷調查，當中認為施政報告內容可以接受嘅佔咗70%，只有13.6%表示滿意，而最關注嘅係公共房屋以及社會保障問題。街眾今次調查透過電話以及街訪，共發出450份問卷，成功收回405份。受訪者對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感到可接受嘅佔咗71%，滿意嘅佔13.6%，不滿嘅就佔15.3%。受訪居民最關心嘅係社屋、經屋、社會保障以及道路交通等民生問題，分別佔54.6%、47.9%以及38%。對施政報告滿意嘅受訪者中，對發展經濟、社會保障嘅施政最感到滿意，各佔30%以上。認為喺房屋、交通、社保同社會福利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嘅施政重點。但對施政報告感到不滿嘅受訪者，就主要不滿道路交通、社屋、經屋、行政改革等主要範疇，其餘嘅亦包括社會保障等。我哋根據民調唔滿意度嘅分析，認為特區政府今年嘅施政雖然係有成績，但係施政嘅進度緩慢，呢個係居民對政府施政唔滿意嘅主要原因。喺解決實質性解決弱勢社群生活方面，亦都係未盡人意嘅。梁球話，例如居民嘅住屋問題仍未解決，最低維生指數同生活承受能力仍然有差距，中小企業仍然未走出困境，政府時有出現政策制定同社會實際脫節嘅情況，其中更有迫切嘅需要解決中小企經營困難並重視在職貧窮嘅問題。政府應重視在職貧窮呢個問題，讓飽受通脹壓力而成臨界援助對象嘅弱勢社群劃入福利援助嘅範疇，積存反哺，還富於民，讓低收入嘅工薪階層和弱勢社群一樣可以分享到經濟嘅成果。另外，亦希望政府能夠完善房屋規劃政策，落實減免稅項嘅承諾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，擴大社保覆蓋嘅範圍，並制定道路交通具體嘅規劃，以及加大支援民間服務團體。有關報告經過分析之後，會再向各屬會舉行多個座談會，進一步